夫人，你说这达来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公主单聊啊？不知道啊。要不我去偷听，回来。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听的别听。是。不过有些事情不偷听，又怎么知道答案呢？走。好像有人要动手。动手？不可能吧？公主是什么身份呢？再说夫君还在里面呢。嘿！子豪，子豪，你没事吧？前胸后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谁让你突然冲出来的？我早就怀疑那丫头是昨晚的刺客，我提前做好了准备。你，子豪，子豪，夫君，夫君，夫君，王兄，本宫念你护驾有功，就不追究你妨碍本宫擒贼的过失了，还不快去叫人！啊！来人啊！有刺客！来人啊！来人啊！老身告退。夫君，夫君醒了。子豪，怎么样？夫君，起来，火辣辣的疼啊，火辣辣的烫，火辣辣的小辣椒。大夫说你的剑伤无大碍，但是掌伤。务必细心照料，万不可再受此伤。别说了，全是眼泪。夫君，昨天的刺客难道……这刺客昨夜尾随我的马车，我就觉得必是你府里的人。这高丽婢女与寻常婢女颇有几分不同，我便猜想会不会是昨夜的刺客，因此便出手试探。公主，下次再试探刺客的时候，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？谁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？这婢女开口之前，我一直向你使眼色，是你一直无动于衷。我还以为你是……贵臣愚笨，不明公主深意，请公主恕罪。算了，也怪本宫托大。要不然，就凭这丫头的身手，别说刺伤人，就是连剑都不让她拔出来。只是，我有一点不太明白，公主有何想不通的愿闻其详？刚才行刺，这丫头的身手也太差了，与昨天马车行刺的大不相同啊。那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呢？不像。可是刚刚下人从达赖的房里搜出了夜行衣。总之，事有蹊跷，此人在你府里绝不能逗留，叫我带走。我先去看看。夫君，让我起来。好，就不疼了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您的伤没事吧？没事，皮外伤。没事，他死不了，比我那一掌比我那2掌轻多了。说，你为什么行刺公主？你到底是谁？从哪儿来的？要是不说的话，不单你一个人，全京城6000余口高丽王族都得做你的陪葬。对。等等，我说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将死之人没有资格谈条件。公主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但请你放过高丽百姓。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。我本是高丽南部怒萨城主高难得之女，我父深知大唐兵多将广，素不愿与大唐兵戎相见，力主大兵。然而高藏求战心切，不听我父劝解。我国兵败后，高藏却以我父扰乱军心为名，将我族屠戮殆尽。我也是在护卫的保护下，才得以侥幸逃脱。高丽兴亡，百姓流血，我与护卫走散了，不得已才与高丽的降人一起没入了长安剑湖。完了，小女句句属实。
照你这么说，我大唐还应该封你一个一门忠烈。各为其主，我父主和一心想要保护高丽，与忠于大唐无关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为何行刺于我？我本欲隐瞒身份，伺机逃亡，但公主引误绝伦，小女眼看事情即将败露，才做了拼命的打算。一派胡言，分明就是你昨夜行刺失败，今日被我抓住咬住不放，因此才狗急跳墙。行刺？公主冤枉，我并没有行刺过公主。叶行义又作何解释啊？回公主，我一直都有逃走的打算，因此仔细研究过二娘子巡视侯府的路线。昨夜本是我逃走之日，但是二娘子巡视频繁，根本没有机会逃走。诡辩！小侯爷，我有话说。你说，借一步说话。啊，说吧。达来不是刺客，你可别乱说啊！绝对不是。二娘子，这行刺可是大事儿，你可别想当然啊！这俗话说了，这人有眼花的时候，还有尸体的时候，狗有闻臭的时候，就连那王八……我闭嘴。你为什么那么肯定啊？回小侯爷，味儿不对。这二娘子闻味儿，还真没错的时候。既然你都说味儿不对，子豪，这刺客一派胡言，让我带去刑部，看看是刑部的刑具硬，还是他的嘴硬。公主，刺客另有其人。你说什么？公主，二娘子虽然晚上看不见，可是她闻过的味道可以过鼻不忘。达来身上不是刺客的味儿。你确定？我的人，我信。果然没有任何内力，这架势也跟那天行刺的刺客不像。但是不管他是不是刺客，但刚才都……公主，子豪斗胆替达来求个情。求情？他刺你一剑，你还替他求情？公主，这女子也是苦命之人，本来出身尊贵，却流落长安为奴。方才被咱们一下，就乱了方寸。如今长安城有上万高丽俘虏，如果此事传出去，就算公主不追究，皇上怪罪下来，也会杀尽俘虏。况且刺你一剑本无大碍，只是背后这崔心掌……好了，今天看在你们小侯爷的面子上，就饶你不死。若今后再欲行不轨，不光是你，全京城所有的高丽百姓都得给我埋葬。要记住了。还不快谢过公主！谢公主不杀之恩，谢公主慈悲为怀，放过高丽百姓。啊，快送送公主！是。夫君，兰陵公主打算如何处置达来？我看呀，先找人给她疗伤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疗伤？他行刺公主，还要给她疗伤啊？以后再跟你们解释。先找人给她疗伤。快去啊！哎，小侯爷啊，你慢点。栓子，养伤期间，你负责看着达来，也要看住二夫人，别让他们俩见面。二夫人脾气暴，容易伤人。明白。二娘子，如果达来不是真正的刺客，那真正的刺客，你有什么印象吗？
闻起来也是女人。娘娘，我二人夜探侯府，几经凶险，终于查探出兰陵公主与王修的秘密。说，这兰陵公主经常来往与王修家，明里二人日有私情，暗里勾成结党，密谋。怎么这私情还有摆在明面上的？这恐怕就是王修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之计啊，足见其精明。我好好想想。你们两个先下去吧。是。你怎么看？主人料事如神，经在下那晚试探，兰陵公主确实身子不便。你确定？是，而且那王修爱护兰陵公主心切，竟为公主挡箭，可见二人关系绝非一般。两个人要只是私情，倒是与本宫无干。先前救下李绩，现在又和兰陵，就怕。千寻，你去王修身边查查，看他除了与兰陵，还与什么人来往。是。公主慢走，欢迎常来哈。本宫知道你这伤无大碍，以后会常来的。二位夫人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跟公主还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商量一下。哎呀，公主，那天皇上跟我们说的那个事儿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是不是可以啊？这几日也就现在能跟你单独说说话。事发突然嘛，谁能想到你居然2次遇刺？又有谁能想到，最后被刺的都是我呢？而且还挨了2掌。没想到你这小熊掌还挺有劲儿的。以前呢，我都不相信什么功夫，但现在我才发现，原来是那些人都没传下去。要真是传到后世，参加个什么奥运会啊，还不把那些练跆拳道的、练拳击、练什么柔道的都打趴下才怪呢。夫君，你这絮絮叨叨一大堆，我一句都没听懂。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这是在夸我啊。我就是感慨一下。哎，对了，那天我发现你这个马车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，刹车不太行。后来我做了一个刹车片给你，昨天已经叫人安到你的马车上了，这样以后你出行就又方便又安全了。夫君，我这肚子渐大，过2天我这想出门也出不了了。要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不来陪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，放心吧，兰兰。哎，还有，那个高丽丫头刺了你2剑，你却放过她，你不是看上她了？我看什么上？我也不能看见一个姑娘就看上，看见一个姑娘就往家领啊！我是那样的人吗？真的？真的。好吧，本宫姑且相信你一次。那你别送了，我先走了啊。慢走哈，兰兰。恭送公主，公主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报。好，你走吧。行了，今天到这儿，明儿不许迟到，一个都不许迟到。走。看来最近大伙的日子都不好过呀。吐蕃局势紧张，按线下的发展来看的话，这一仗算是在所难免了。不过现在首要问题是什么时候开打，哪个方向先开打？估计2里2位老将军正是最挠头的时候。战事一开，生灵涂炭，最好能不打中。哎，子豪兄，你这语气不像是兵部的语气啊！在兵部哪个不希望一将功成万骨枯啊？这样才能加官进爵呀。更多的不都成了枯骨了吗？你怎么看待战争？我不想当什么枯骨，对做将领也没什么兴趣，所以就在军部谋了个闲差。不过我觉得吧，有的战争是为了避免更多的战争，有的牺牲呢是为了减少更大的牺牲。唯物主义，很辩证，不错。
天涯何处无芳草。今天上早，不如去 club 走走。club， 走。跟我这儿，怎么样？热闹吗？还是姑娘？崔兄，哎，王兄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杜姑父，认识？杜姑父，怎么回事？独孤兄还真是有点邪性啊！子豪兄谬赞。你自己转转啊，自己玩吧。干嘛呢？成交？德昭兄一早就来了。吴姑娘在哪儿，德昭兄就在哪儿。别闹！打他！打他！哎，干什么？子豪兄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啊，是跟独孤父一块儿过来看看。独孤父，独孤父也来了啊！成效公爷，啊，子豪，独孤父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他这里有问题。看着挺正常，那是假象。不会吧？独孤父他只是有点不拘小节而已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子豪兄，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怎么了？讲。哎，干嘛？我们这儿不带桑拿的。干嘛？在你这儿卖羊肉。卖羊肉？招聘女公关，提成加底薪，月入轻松破100两，要求容貌较好，有原从业经验者优先。有疑点。这里有问题。前方苏老将军急报。梁将军，终于开打了。怎么了，吴姑娘？对不起，经理，我走神了。没伤着吧？没有。没有就好，赶快收拾一下。吴姑娘，程小公爷，不疼啊？来，我给你吹吹。程小公爷，我有点担心秦公子。不用担心秦玉，啊，有苏老将军在前面镇着呢，秦玉没事。吴姑娘，你要是真担心秦玉的话，你就跟我们来喝酒。喝了酒以后，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对，来，咱们喝酒。适量一杯。小气。
国家的时候有没有怕死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为我大唐奋勇杀敌，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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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起这么早啊？夫君不也起这么早吗？昨日吐蕃战事骤起，这一夕间，又不知道有多少大唐男儿从此再无机会见这天宫。夫君是想秦玉了吧？秦玉得我真传，虽初上疆场，但堪比大唐一些名将。我只是担心秦兄太过英勇，以至于……夫君，我一妇道人家，不懂什么建功立业，但却懂得人各有志这句话。秦小公子一心精忠报国，相比于病榻，我相信他更加愿意马革裹尸的归宿。理是这么个理，可是我这心里……3人一组，搜索阵情。经理啊，就他了。不行，我还得再考虑一下。下一个，我想看下一个。等等，我还有一个关于我爹爹的故事要讲。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梦。当你曾寂寞不留痕迹